大家好啦，咁我哋今日咧想講一講咧上人喺佢嘅講道入面講過一個張亞軒嘅故事嘅。咁喺當中咧，其實咧上人就講佢當年咧好細個嘅時候咧，就喺道德會嘅時候發願咧，咁要效法張亞軒嘅行為啦。咁啊，但係咧其實咧當中咧究竟個詳情咧，上人當時其實冇講過嘅，因為佢覺得嗰陣時時機唔適合。咁但係咧，後來其實佢有補充，究竟呢件係咩事嘅？咁所以今次咧就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呢個故事啦。咁咧就話說上人嗰陣時18歲咧，就喺道德會嗰度啦。咁就去做即係勸人向善啊，做好人嘅工作啦。咁喺當中咧就話咧，佢就讀咗一本書啦，關於張亞軒嘅好行為啦，叫做重道遠識嘅好行為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呢，就係有一個女人啦，其實就係張學良嘅太太嘅侄女嚟嘅。咁就非常之中意呢個張亞軒啦。咁喺當中呢，就瘋狂追求佢啦，甚至呢，到一個地步呢，係要扮癲啦，跪喺佢面前話一定要嫁俾佢啦。咁喺當中咧，張亞軒覺得呢樣嘢係唔啱啦，咁所以咧都係勸退咗佢啦。咁上人見到呢個咁好嘅行為咧，咁重道遠識咧，佢覺得自己一定要效法，佢就發咗個願啦，希望自己可以效法張亞軒嘅行為。但係咧發咗呢個願之後咧，其實佢自己都覺得有啲唔妥嘅，因為咧覺得自己喺度做咩咧？發呢個願又有咩意思咧？咁會唔會有啲愚蠢咧？咁喺同一日嘅晚上咧，其實就遇到魔考啦。咁呢個咧就係個詳情啦，就係話佢嗰陣時嘅道德會嘅宿舍咧，其實咧就男宿舍同女宿舍係連住嘅，咁中間就係得一個木板牆咧隔住啦，而下面咧呢個木板牆其實係有窿嘅。咁而喺當晚咧，呢個魔女咧就喺個牆縫嗰度咧就伸隻手過嚟，好唔老實咧，咁樣咧就騷擾上人啦。咁當時咧上人咧亦都好清醒喎，知道自己日頭發咗個願，夜晚就遇到魔考啦。咁就睇下佢能唔能夠效法呢個張亞軒啦。咁所以咧佢嗰陣時咧就非常之有定力啦，咁完全唔理呢個女魔啦。咁女魔自己就走咗啦。咁咧喺當中咧，上人嘅嗰陣時就同啲徒弟講啦，即係你有咩願力咧？默默中咧佛菩薩啦，或者係天魔外道啊，咁就會嚟考驗你啦。所以咧就唔好亂講一啲自滿嘅說話啦。咁切記唔好講我中意啲咩，或者我唔中意啲咩啦。因為咧，無論你講你中意咩，或者你唔中意咩咧，隨時都會有呢個境界嚟考驗你嘅。總之而言咧，就係唔好講一啲冇意義嘅說話啦。咁咧，其實咧就喺呢個上人嘅事蹟嗰本書入面咧，其實都有一個咧非常之有趣嘅故事，就講呢個定力勝魔嘅。咁咧就係講喺上人18歲嘅時候，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奇異嘅夢嚟嘅。當時嘅上人咧，其實已經修行都有一定嘅程度噶啦。咁而喺當晚咧，佢咧就發咗一個夢啦，見到自己入咗一個茅棚度啦。咁喺呢個茅棚度咧就有南北兩個坑啦。咁喺南邊咧就係一個老翁同兩個老婆婆啦。咁北邊咧就有一個少婦帶住一個差唔多1歲嘅 BB 啦。咁呢個少婦咧生得非常之美麗啦，打扮亦都非常之時髦啦。咁咧就喺佢嗰個坑上面啦，隔離咧就擺咗2個旅行箱啦。咁就同埋一個油燈啦。一見咧個少婦咧就用手就撥熄咗個油燈啦，就仲故意咁講，佢老公今晚又唔返屋企啦。咁佢一熄咗燈咧，就即刻咧就行到去上人嘅面前啦，就兩手就抱住咗上人，就想將佢拖上自己個坑度啦。咁上人知道呢個一定係一個淫婦啦，咁於是咧就大聲咁叫啦，話你做咩嘢啊？咁叫咗幾聲，個淫婦都冇應到佢啦。咁上人咧就當時就諗呢個一定係啲狐狸精啊，或者妖魔之類啦，所以咁唔知醜。
於是佢咧就好大聲咁叫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快嚟救我啦！咁念完觀音菩薩個名咧，佢就自己醒咗啦。咁先至知道呢個係一場噩夢啦。咁而喺當中咧，雖然話係一場夢，但係咧佢俾個少婦夢中嘅少婦抱過嘅地方咧，竟然足足痛咗6-7日。咁所以咧，究竟呢個係夢啊，係真啊，係幻啊？咁係唔知嘅。咁但係咧，當中就會明白啦，即係有作為一個祖師被魔考咧，其實咧都喺當中就表現出上人當時即係就算喺夢中咧個定力都係非常之非常嘅。我當時啊，我還有一件事情講起來真奇怪。什麼事情呢？那時候修行覺得自己有點功夫了，就看這個書啊，看到我因為在我東北在道德會上，我有這個病，在沒病以前呢，我就在這個道德會上幹什麼的呢？就是講道德說仁義的，專門呢勸人家做好事。那麼勸人家做好事，我自己做不做好事呢？我自己更做好事只不是說單勸人家做好事，自己不做好事那麼這個時候我看那個有一篇是張亞軒呢，他這種的很好的行為，我看見他的行為這樣好，於是乎我就發了願了。發什麼願？我就對天說話了。我說天哪，張亞軒這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學他，說完了之後自己就覺得後悔了。你要學他這個事情又有什麼用呢？這件事情說完了這個話之後你說怎麼樣很奇怪的。隨着這一天晚間呢，就遇到這種魔考，就來試驗我看我是究竟能不能效法這個張亞軒。這是我知道你如果有什麼願力默默中菩薩或者就來試驗所以不要說自滿的話。究竟我遇到這件事情和張亞軒這件事情是什麼事情呢？那麼我很對不起的，現在我還不要講為什麼呢？沒有到講的時候我不需要講這件事。